爹也是个粗俗之人，给我爹连提鞋都不配。你竟敢侮辱家父！嫣然，表哥，嫣然，为何会失足落水啊？是他推我下去的。我推你？就是你见我与表哥有说有笑，便心生不忿，就想置我于死地。我懒得跟你们解释。想不到你这女人竟然如此歹毒，叶青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好了，启程回府。是。停下，嫣然，你等一下。表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宁浩，本王考虑了一下，还是由你护送嫣然小姐回去。离杜府还有一段路程，嫣然姑娘还是将衣服披上吧，以免着凉。哎呀，拿开！本小姐怎么能穿这等粗劣的衣物？都是那个师妹说的小贱人，不知给表哥灌了什么迷魂汤。等我逮到机会，非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。小姐身为相国之女，言语却如此粗俗，实在是有伤大雅。你一个粗人也敢教训本小姐？尹某虽是练武之人，却也随家父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你爹也是个粗俗之人，给我爹连提鞋都不配。你竟敢侮辱家父！哼，你一个看家狗也敢放肆！你什么你啊？外天给我滚！你给我回来！等我走！是。哎，等我回来！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为什么不送你那个表妹？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。我若是不信你，为何要与你同行呢？你肯定是憋着什么坏欺负我呢，好为你的表妹报仇。是因为我相信你。嫣然跌落，我也不好责怪她欺骗众人，所以只好让你受委屈了。但我知道，你绝不是那种心肠歹毒之人。可是从你今天救表妹的事上看，我仿佛看到你上次救我的样子，神情那么紧张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你心里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之前说什么只喜欢我一个人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笑什么？我之所以冲了出去，是因为我以为跌落的人是你，明不明白？你总是追问我为何不放过你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而是因为你夺走了本王的初吻。尹清柔，尹清柔，你喜欢的应该是独孤园那种暖男才对，你要记清楚了，你喜欢的是独孤园。你不会真喜欢上那个冰块廉价面瘫了吧？啊，不行，我的目的呢，只是为了尽宗祠。对，尽宗祠。难道是他吗？独孤，是你吗？清柔，你跟我走吧。走去哪里？浪迹天涯，只求与你为伴。你说什么呢？清柔，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想嫁给仙妻，既然这样，你何必委屈自己呢？我不能走，我要是走了，阿广怎么办？仙妻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我们可以一起走。完了，独孤园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换做往日，我肯定美得不得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要是不嫁给仙妻，我怎么去宗祠一探究竟呢？我们回去的关键也许就在那。不行，我得拖。独孤，我不能走。走了，仙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了你，独孤愿以身试法。哎呦，我暂时不能走。难道你真的就那么想做这个王妃吗？王妃什么的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又有漂亮衣服穿，谁不想当呢？你说是吧？既然这样，请灵齐王妃恕罪，打扰了。独孤，我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。哦，那是什么？我不能说。告辞了。独孤，夜色已深，也不知道杜嫣然回到府中没有。死银好，臭银好，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。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不要来吃我，谁来救救我？救命啊！嫣然，不要！是我，嫣然。